無懼世事變改，還是越難越愛。嗱，正所謂學海無涯啊，距離練歌房第2期嘅攻略咧，已經隔咗一段時間啦。喺呢個時候咧，一定要溫故而知新啦。咁我哋呢期啊，就講下練歌房之外嘅音樂課補習班應該要注意啲咩。嗱，越南呢邊嘅學習氛圍咧係好重嘅，正因為係咁啊，先會有咁多老師投入喺呢個教育嘅事業入邊。咁我以胡志明為例啦，呢度嘅教育機構啊，都係按課程嚟報班嘅，就係分速成班同長期班。咁有啲朋友仔又會覺得啦，難得一次出國進修，如果遇到好嘅師資，速成班可能學唔到啲咩。咁相信大家都係抱住呢種學無止境、勇攀知識高峰嘅精神，幾大都報過長期班。咁但係咧，越南啲老師咧就有樣嘢唔好，一啲後生嘅老師咧，由於啱啱步入社會啊，我哋明明報嘅係長期班，但係教內容咧通常就係速成班嘅課程，咁只不過係時間稍為長啲啫。咁樣就會俾各位學子們帶嚟極差嘅進修體驗。咁所以對於各位音樂學子嚟講啊，練歌之後嘅課程，我俾2個建議俾大家。第一個咧就係先同老師確認好係可以速成班 upgrade 成長期班嘅，咁就先速成班嘅課程去報，覺得老師教得好啦，再轉成長期班。呢種轉換咧係唔需要同教育機構再進行2次溝通嘅。嗱，記住啦，學到係自己嘅。咁第2樣嘢咧就係問清楚啊，課程嘅費用係咪結束後先俾老師？咁當然啦，如果你有第三方嘅教育機構幫你，咁你基本上就唔使擔心上面嘅問題噶啦。咁咧喺呢度我都祝各位學子啊出國進修順順利利啊，成才歸國啊，係咁先，拜夠拜。